喂，掂喎！而家首期只需要2萬蚊啦，單價9000零蚊就可以攞低身後呢一片絕美嘅園林設施啦。碧桂園產品不得不說下，佢嘅園林造紙方面絕對係 perfect 嘅。OK， 呢個位置咧就屬於大亞灣嘅西區，碧桂園嘅城央印象啦。佢呢一度咧係未有交樓之前咧賣到萬幾蚊喎，到現樓交付嘅時候直接大劈價去到9000幾蚊，你話過唔過分啦 ？OK， 全部買晒啦，攞唔到嘅朋友而家機會又嚟啦！新加推嘅14棟，而家呢一棟仲要戶戶睇住花園嘅，想睇下點樣嘅？跟住鏡頭過去睇下，上到嚟呢度單位啦，成個單位兩梯4戶嘅喎。我哋首先嚟到呢一邊，呢邊2戶咧係細積單位，105平米啊，圍埋咧就係數到香港咧1200尺噶啦。呢個單位3間房，露台又超大，戶戶都係望向園林嘅。今期我哋唔睇個示範單位啊，我直接睇校標過去。好，鏡頭嚟到校標位置啦，係咪啊？首先入門口位置咧就有個智能門鎖啦，包括個門啊，全部都係校標嚟噶啦。廚房位置要雙開嘅工作台啊，包括埋俾埋個生活露台俾你啊。嚟到個客廳位置3.8米嘅開間啊，連個電視背景牆幫佢搞埋掂啊！你話咁嘅裝修規格掂唔掂啊？地板都係蒙羅麗莎嘅品牌嚟噶，客廳、餐廳全部一應俱全。廳出露台啊，露台都去到3.8米，望向園林內部噶啦。OK， 嚟到休息區部分啦，3間房，首先見到嘅係公共洗手間位置啦。呢一邊望向小區位置，裏邊間房絕對足夠晒大嘅。呢間房都係個空間非常之大，基本上3間房啊都屬於大3房，全部空間非常之十足嘅。嚟到主人房部分，首先見到嘅係主人房配嘅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。主人房部分你睇下個空間掂唔掂啊？即係咁大嘅飄窗啊，咁嘅空間非常之十足啊，採光都非常之 OK 嘅。OK， 我哋睇埋下一套單位，入到係第2套產品啦，112平米下，獨門獨戶嘅。呢一邊有間陽光房半贈送嘅，呢一邊廚房帶埋生活露台啊。嚟到餐廳部分，兩邊係屬於南北通嘅喎。餐廳部分嘅開間 OK 啦，係嘛？客廳部分啦，3.8米嘅開間啊，露台都3.8米啊，成個通風效果非常之 OK 啊。嚟到休息區部分，首先見到個公共洗手間位置啦，乾濕分離，智能馬桶一樣配晒俾你，兩邊兩間房，2間 BB 房啊，你2個細蚊仔冇問題啦。嚟到主人房部分啦，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啊，空間非常之十足嘅。主人房2米床、衣櫃全部夠晒位擺噶啦，咁大嘅飄窗啊，望向裏面嘅園林，生活節奏啊都特別算 nice 啦。睇埋個明星戶型大環廳設計，走。嚟到最後一套第3套啦，大環廳設計啦，明星戶型啊，入到嚟首先見到一間房喺個位置噶啦，包括埋個餐廳部分，裏邊廚房 L 型設計，帶埋生活露台俾你啊，成個環廳7米嘅闊度。嗱，睇埋個休息區部分啦，一排過噶啦，呢一邊公共洗手間喺呢度，同埋有間細房喺位置噶啦，呢邊另外一間房非常之闊落嘅房間，全部房間都望向小區園林嘅。嚟到主人房部分啦，套間設計啊。洗手間位置乾濕分離噶啦，主人房2米床放一落啦，咁大飄窗望向園林 ，OK 呢啲咁3個產品有冇興趣啊？睇過晒3套產品啦，邊一套有興趣？有興趣記得 follow 住我啦，最緊要乜嘢 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 啦，下期見，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 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